大家平安，又到停通的時間，我係教大家運動，讓大家有健康的明天的見面。今天要同大家分享的課程，係針對有傷痛、病痛的朋友，唔管伊係冥禱、操禱、祈禱，攏有適合的運動。能講，適當咯，就會同到咯。接下來就聽聞先生講下來運動哦。接下來要分享的係熱身運動，你適合放鬆的時節可以作為熱身運動，冥禱、瑜伽墊當中。冥下來之後，體力動作係頸部的運動，可以先看右邊，轉到右邊，轉到大，慢慢來轉，慢慢來轉。3到5秒，再慢慢來轉到左邊，3到5秒。好，過來中間的時間，頭拿可以輕起來，膝把輕起來，再慢慢不用下來，再轉到右邊。3到5秒，再慢慢來轉到左邊。好，過來中間的時間，頭拿上頭慢慢來頂起來，頂起來，慢慢來下來，再轉到右邊。100可以比100較多轉一些些。好，再轉左邊。好，手打開來。好，握拳，打開來，握拳，打開來，握拳。用隻手卡狠。算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不用輕鬆。再卡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9、10。好，穩你腳，腳先轉一下，慢慢來轉。好，轉一下，一隻腳轉下來，再轉另外一隻腳，轉一下。用你踝關節不用輕鬆來，一下你的腳先轉一片。好，再慢慢來轉另外一片，轉另外一片。好，打你的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一下你的身體就慢慢的暖和起來耶。這就是今天的熱身運動。接下來要分享的係冥禱冥想法，訓練你的核心肌群的運動。體力動作係仰臥起坐，就你雙手交叉扶胸，第二天就放落一些些，放落一些些就好誒。第二天做5到10下休息一下，看個人的體力，唔可以做3下、做5下、做10下攏做得。聽我先生來做哦。
好，安尼休息一下。安尼做咧仰卧起坐，唔要重點講有放落一度角度，還重點安尼咧，你咧上腹部也上個肌肉有運動到。所以講每個人咧體力攏無相同，安尼做起個可以做體力，安尼慢慢來訓練，慢慢來訓練，安尼可以干咧次數唔不用按多，安尼慢慢來分各度撇來做，安尼咧身體就唔會會按緊繃，按冇舒服。安尼接下來安尼再來做一道哦。好，安尼休息一下。安尼都市咧核心肌群行喺真蠻充足嘅，唔假是講，唔哋咧核心肌群無力，也都市就會無力，唔可以變身，攏都冇辦法變身。所以講，安尼一下面多面長時間個度嘅動作，個簡單又個安全，就可以訓練安尼嘅核心運動。安尼第二個動作就係兩隻腳離地安尼。起碼係5秒、10秒就好，5秒、10秒就好，安尼慢慢來來，安尼聽我先生來做哦。好，不用輕鬆，頭都安尼做的動作，主要行喺安尼的下腹部，頭都。仰臥起坐行喺上腹部的部分，安尼兩隻腳壓喺落時節，行喺安尼大腿跟安尼下腹部去用力。所以講，我剛剛講壓肚子，也想我個出力，用壓大腿個出力，壓一團出安尼的核心運動。安尼壓一個算一道，重點唔望壓太多，壓太多壓肚子就唔會用到力。安尼休息一下，安尼再來喲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安尼咧核心肌群的部分，就係慢慢的訓練。唔是講誒1日2日就會訓練好，安尼就會有一天的時間。譬如講1整日、2整日，然後慢慢的剛剛講，讓咧都市的肌力慢慢的看讓人越硬長，都市力量慢慢的可以訓練起來。安尼休息一下，安尼來做第3道哦。鼓勵大家安尼面多面長的時間，向下來運動。好。好，接下來安尼訓練下腹部的部分，接下來安尼來做一個整個腹部的訓練，就安尼咧腳慢慢的伸起來的時間，係，係時間冇多天，當然人喺假使講也都是按摩力，我多天來慢唔怕，就是慢慢來訓練到後尾，讓都是越合理的時間，就唔是多天。好，我來做5下哦，5下休息一下，5下休息一下，來。好，休息一下。你哋動作，安尼都是會用骨頭力量，來做你哋動作。包括安尼表下時間，冇多天，也都是儂用力，都是儂用力。
但是安尼就慢慢的訓練，一開始做1下、2下、3下都唔怕，安尼就慢慢的訓練，安尼再休息一下。好。好，休息。你的動作做好之後，安尼身體可以動一下，不用鬆一下，動一下，用安尼的身體，你的肚臍的部分，可以不用鬆一下。好多教嘅課程，大家學會冇？接下來就聽我先生向下做下去。接下來要分享嘅係嘅訓練嘅背部肌肉嘅運動。安尼聽一聽，要做嘅動作係嘅手撐起來伸展嘅腹部嘅肌肉。好，安尼休息一下，安尼慢慢的一刀又一刀來伸展。來，再來一刀哦。安尼一刀可以比一刀可伸展多一些。好，嚟再來喲。好，安尼天熱動作要做嘅就係，豎離地，好，剃刀安尼先豎離地，天熱刀安尼咧腳離地，好，安尼到最尾剃上刀時節安尼咧豎間腳，攏來離地。好，安尼剃刀安尼咧豎先離地，安尼先做5到10秒。好，不用鬆。安尼慢慢的訓練，來練你背部的肌肉。安尼再來一刀哦。好，不用鬆。一下安尼訓練安尼的腳離地。
好，不用數。可能休息一下。可能再來一道哦。好，慢慢的變下來。迄假使講安尼一開始冇辦法，數感覺弄離地的人，安尼可以是也想先從數感覺，慢慢的訓練到安尼的背部較有力量的時節，安尼再來數感覺離地。好，安尼休息一下。一下安尼數感覺弄離地哦。好，休息。好，你再來一道哦。好，休息。安尼休息時節，安尼上頭嘛係大口呼吸，大口呼吸。好，讓安尼身體慢慢的緩和下來。最尾安尼做個動作，行個平板撐。安尼100，安就先從10秒開始就好誒。好，你身體慢慢的撐起來。好，休息好。安尼撐起來時節，師傅莫太高，不要翹太高。安尼師傅行個平誒，一下安尼背部跟腹部那會出力。安尼再來一道哦。好，接下來要分享的行個運動之後，要做為緩和運動，安尼面到瑜伽墊。體力動作相同，安尼間數中的，安尼都是當個，安尼做安尼的腹部呼吸，安尼吸氣時節都是慢慢的鬆起來，鬆到最高，吐氣時節慢慢的消下去，乾氣，再來一道哦，吸氣，都是慢慢的鬆起來。吐氣，慢慢的消下去。好，吸氣，可能送到最高時節，可能可以停留3到5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吐氣，慢慢的消下去。
安尼再來一道哦，吸氣，慢慢的鬆起來。數到大概時間停留3到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安尼接下來行個表述安尼的腰臀，好，來慢慢的轉，慢慢的轉。慢慢的鬆過來，可能彎腳，再來一道哦。可能接下來行個表述安尼的上椎的動作，安尼將手表到另外手的一隻手的地方。經過高的課程，大家學會冇？安尼將運動變成習慣，有好的運動，安尼身體才會越來越健康，心情才會越來越喜樂。聽通，安尼下次見。